再来关心的是，冰冻琉球这个渔船升起风号呢，昨伫菲律宾外海咧作业的时阵，互菲律宾的公务船甲带转去，加在后来经过咱外交部的交涉，这渔船已经甲放倒转来啊。面对这海域领地的争议呢，咱的外交部是表示讲会持续甲菲律宾来沟通，确保双方拢会当互相尊重。拄是了乌昂层的时阵，台湾周边海域有不少渔船的作业。不过19透早，冰冻琉球礁升起风号渔船所互菲律宾公务船带走。离了阳明岛东北东13海里那边作业了，在重叠海域作业拦界线以内，会进入巴丹群岛24海里临街区了。船上是台籍1名啊，尊敬一个啦，印尼籍的4个啦。面对这条家属电前，赶紧通知外交部等单位救援。经了解，代志发生伫咱国暂定执法线附近。迄时阵，渔船伫菲律宾阿米多外海作业，无超出台湾定他海域渔船作业南界线，所获回国渔业加水产资源局定检搁带回港口。经过不断的斡旋协商到昨天中午菲律宾已经同意把人船安全放回来。那目前我们也请海巡单位去联系我们的船长，那准备去接驳他们。渔船放出来了后，继续掠鱼。真正原因爱等渔船倒来了后才能清楚，因为台菲之间海峡有真济高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，为避免搁发生广大刑案引起的国际冲突，双方已经伫2015年签署协定规范。台菲已经在2015年签署了促进渔业事务执法合作协定，外交部及我国驻菲律宾代表处将持续与菲方就相关议题进行讨论。台菲协定对象有建立紧急通报系统、执法合作甲信息释放机制，可协定避免使用暴力或者是无必要武力。外交部强调，继续甲菲国沟通，确保双方伫互相尊重、互利互惠、共同发展，促进台菲渔业事务的合作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